兄弟平安。这是咱第一堂台语礼拜要开始，请掼手机，安静心来敬拜上帝。来啊！咱来唱歌学罗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着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这时，咱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231首。圣诗231首，着往上帝来唱新歌，请起立，吟全首。Thank you.
请坐，请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天父，感谢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毋管阮有钱也是无钱，是尊贵也是卑微，你讲阮拢是你手顶的珍珠，心中的宝贝，你拢会甲阮惜命命，时刻甲阮同在。阮无得惊遐会看袂到的危险，要用感恩的心来孝顺每日的恩典，用恶乐来回应你早已经预备的供应。搁伫阮满有噩梦的时，鼓励身边陷入烦恼困苦的人，同齐来经历你的奇妙，互真光照光阮身边的环境，将黑暗变做青翠山谷。感谢天父，我嘛要谦卑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求主赦免阮的软弱甲无完全，时常无听从你的话，无控制家己的脾气，勒住家己的喙舌，袂记你讲出的话，就亲像写出去的字，会互人伫跋倒迄个位爬起来，嘛会互人粉身碎骨。求主怜悯阮。提醒阮，伫生活中紧紧来听，慢慢啊讲，慢慢啊发脾气，生气无够日落，帮助阮成做有智慧的人，来容神益人。感谢天父，即时求你拍开阮心内的耳孔，听起你透过牧师对阮分享的信息，成做阮的智慧甲帮助。即时，阮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繁荣、永恒，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咱即马同心来启应，启应文第59篇，启应文第59篇，也就是罗马书第10章，伫圣诗后壁面，显着我来启，兄姐来应。你若用喙宣认耶稣是主，深信上帝符合伫死人中国活，就会得到救。因为人信心信就得到称义，喙宣认就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的人会得到幸福。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共一位上帝是万民的主。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因为所有求救主的名，拢会得到救。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救伊呢？拢无听到，哪会信死？拢无人传，哪会听到呢？拢无车牌，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趾遐尔啊水。毋过，毋是所有的人拢顺探即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啥物人信阮所传的信息呢？”所以信是对听，听是对基督的话。不过我要问，因敢真正拢毋捌听？
当然捌。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约书亚记24章15节。咱我来读。若是恁无爱服侍上主，今仔日恁着经恁爱要服侍的，看是恁列祖伫犹法勒得河迄边所服侍的神明，也是伫徛起即个地的阿摩利人的神明。论到我甲我的家，阮决定要服侍上主。愿上帝的话成做咱的智慧甲帮助。即时教会要带咱来学习上帝，因要吟的诗歌是圣城。
切水的歌声，真做芳芳的祭，达到上帝的面前，得到伊的欢喜甲感恩。今仔日要为咱正道的是太鲁阁宗会威郎纪念教会林普华牧师，他要分享的题目是全家侍奉主。将时间交予牧师。感谢贵会，透过感谢上帝，在这当中，我们透过教会的代祷及奉献，持续对玉山神学院的需要摆上行动。那玉山神学院呢，是一间原住民的神学院，因此所有学术上都以原住民相关的神学议题，不断的来反省跟思考。那么我目前呢是就读玉山神学院的神学硕士1年级的学生。那我的汉名叫林福华，那太鲁阁族名叫记号 demo， 好，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念一下记号 demo。你们也可以记说今天几月几号，那个几号就是我的几号了哈。然后那个 demo 呢，这是我爸爸的名字。好，他大概有的族群的原住民名字是这样子的哈，我的名字在前面，父亲的名字在后面这样子哈。那我2005年的时候是从台湾神学院毕业，那毕业至今到现在已经18年了哈。那我也有18年的牧会的一个资历。那我已经很久没有整场用华语讲道哈，基本上在我自己教会讲道的时候，我都是用2种语言哈，那就是一个是太鲁阁语，然后一个就是华语，这样子来讲道。所以我如果我现在讲中文哈，也是有一点不顺哈，因为我通常有两个语言这样交换，只是等于是说，我讲到我自己翻译啦，等于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教会还有很多的长辈们，然后他们都是听母语，所以说必须用自己的族语这样子哈。那华语呢，当然就是给一些年轻人。他们能够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这样子哈。那非常抱歉，我无法用你们熟悉的语言，因为现在是台语礼拜嘛哈，无法用你们熟悉的语言来分享。但是有一段故事很有趣，我觉得这个可以成为我讲到一开始的开场白哈。我记得我在台湾神学院研究所2年级的时候，在一间教会实习。那么实习教会的牧师呢，特别跟我说，下一次换我讲道。那么下一次换我讲道呢，他说全程要用台语讲道，哈。那个时候我几乎1个月哦，哇，我那个都睡不好，吃不好，真的是。然后我把我的讲道篇先全部写好，我就请我的一个同学，那请他怎么样？就是请他用录音的方式用台语讲道。然后白天我也听，晚上睡觉我也听，我整个月都在听台语，我自己的讲道用台语来宣扬这样子哦。那么时间到了，那么我就在实习教会里面讲道啊。那全程的确真的都是用台语来讲道哈，拢是用列位咱的话来讲台语。讲道哈，讲道了哈，然后讲完之后呢，礼拜结束之后，那一些年长的长辈们呢，然后我去跟他们握手，他就跟我讲，哦，你台语讲得很溜，讲得很好，我都摇头，我都抓头了，我说，哇，你们不知道我这是花1个月的时间，为了一篇讲道，就是一篇台语讲道，真的是。之后呢，我就到牧师的面前哈，我就期盼说牧师能够给我一些的勉励啊，或者说觉得我这一次的台语讲道讲得如何这样。结果你们知道他对我说什么吗？你们知道吗？你们猜嘛？他跟我讲什么？
你讲的，你听无嘿？应该没有那么糟吧？那个阿妈就跟我讲说，你讲的很好啊。你知道这个牧师跟我讲什么？他说，以后不要再用台语讲道。他说以后不要再用台语讲道。他说我说为什么不要用台语讲道？其实我那时候第一次用台语讲道，我成就感很高呢，因为什么？从头到尾都用台语啊。可是那是我自我感觉良好了哈。然后这个牧师就跟我讲说，他说你知道为什么我叫你下一次不要用台语讲道？他说因为你原住民的腔调太重了。在用台语讲道的时候，那个腔啊，不是你们台语的那种腔调在讲道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下一次就不要了。所以真的下一次就翻译了。我讲华语，旁边的一个长老呢就帮我翻译这样子哈。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其实我跟这个牧师一直到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他已经退休了，他现在在总会，然后就是帮忙打电话，就是生日快乐的那种事工的哈，对每一个牧师的。有的时候我会接到他的电话，说，哎，你是那个基豪牧师吗？我说对啊，对对。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知道，我们就在聊天这样子哈，一直到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从那个时候呢，我真的就很听从这个牧师的话哈，然后不再讲台语了哈。然后好好的讲自己的母语，好，所以我一直到现在，我可以讲说，我是在我这个年纪当中，母语讲的还算不错的。如果我在我自己的部落里面，我跟长辈们聊天呢，都聊得非常的很像好朋友一样。我很喜欢跟长辈聊天，因为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可以学很多母语。自己的语言，还有比较深奥的这些，我很喜欢学，所以常常在讲道的时候，也是像刚刚大家这样子会笑来笑去，像这种的方式来讲道这样子哈。然后呢，其实今天我不是来教导大家有关于教会的信仰增长，因为这是贵教会的牧师的信仰培育计划在你们身上。那么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经文呢，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经文对我们家的影响，好，我们家的影响。在神明丰盛，也就是这个经文里面讲的，在耶稣亚那个时代，神明丰盛的一个环境之下，耶稣亚呢，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那就是我和我一家，我们都要侍奉上主。这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的。相信这一段话呢，这样一个信仰告白，也成为现今我们每一个家庭努力，希望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家庭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来源哈。那我们也可以去回想看看，在新约里面，使徒行传当保罗跟希拉不是在监狱里面吗？那个狱卒有没有？那个狱卒也是一样，保罗没有逃跑，然后呢，他也很担心，然后之后呢，他说我们没有逃跑，保罗说我们没有跑走，然后结果他就因为这样子而改变，他就带什么呢？保罗到他的家去，然后之后是这样，全家都信主，然后又受洗，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女性，大家也知道嘛哈。那个卖布的那个女性啊，吕底亚，她也是一样，听了保罗所讲的道之后呢，然后带着保罗什么呢，到他的家里去，也是全家什么呢，信主，然后在那个当中来受洗。所以这个两个家庭最关键的地方就是邀请保罗来到他们的家做客，意思就是邀请耶稣进入到他们的家中改变。邀请耶稣来到我们的家里来改变，我们就可以看见说，邀请耶稣来到我们家做改变的时候呢，哇，他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现象就是全家都能够来侍奉主。
我小时候我还真的不知道，我是在一个基督化家庭长大的小孩子哈。我爸爸是牧师，我妈妈也是牧师哈，我大姐也是牧师，然后我二姐她是玉山神学院音乐系毕业，那么她也嫁给牧师啊。然后我刚刚说的以上这些都是从玉山神学院毕业的。那么我爸爸之后呢，他又到台湾神学院就读牧饭学博士。我第三个姐姐哈，刚刚我有跟你们的实习生聊天哈，我第三个姐姐，她叫亚瓦斯德姆，你们有看过那个瓦斯是用压的吗？就这样子记名字就好了，亚瓦斯，瓦斯是用压的，就是他的名字这样子哈，亚瓦斯，好，他的名字是亚瓦斯。那么他现在是就读台神研究所3年级，他即将要毕业了哈。那我本身是台神毕业，目前是在玉山神学院就读就读神硕。刚刚我已经说了，我们全家都是侍奉主，这是我父母亲他们建立家庭从开始就一直摆上的祷告。他们希望我们全家的孩子都能够去读神学院。那个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我们都还小哦。可是他们却已经在主的面前摆上这样的一个祷告。想不到我们每一个，我有三个姐姐，然后我是最小的，想不到我们全部呢都读了神学院，成为传道人，还有师母，然后全家侍奉主。这是一个结果哈，这是一个结果，能够顺服走在这条路上，我相信这是一个坚持。然后我回想之后，这个坚持成为了我们全家的一个习惯。我还记得我从小一直到国中毕业，还没有离开家里到台北读书的时候，我们几乎每一天晚上，应该不是几乎，应该就是啦哈，就是我们每一天晚上6点的时候，然后我们全家的孩子都要聚在一起，翻开圣经读圣经。然后呢，那时候就读圣经，没有讲解，就是读圣经。所以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长大的，我们的兄弟姐妹哈，所以我们的关系非常的紧密。我们在圣经，甚至是在聚会，甚至在我们的习惯当中，跟主亲近当中的那种的关系哈，非常的紧密。很多人都非常羡慕我们家庭能够献身侍奉主，可是呢，有的时候也带给一些牧者们的压力。我说有一些不同牧者人的压力，甚至我们家也有收到黑函，我们家也有收到那个黑函哈。他说你们全家怎么都去读神学院，带给我们其他牧师的家庭很大的压力。这样，我就在想说，这个也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哈。这是上帝的呼召嘛，不同啊，这样子哈。然后，但我们家呢，只期盼成为众多信徒家庭的榜样，这是我们唯一一个目的跟目标。我们不要那些就是说看我们家庭的时候，哇，你很会教导孩子，然后你们全部的孩子们都读神学院，我们不是要听的是这个。我们是希望是我们的家庭能够成为众多家庭信徒们的祝福，这就是我们侍奉上帝最主要的一个中心。所以，在这么完美的一个信仰家庭当中，仍然有它到点的地方仍然有它到点的地方。或许在人的角度可以这么说吧。2年前，我爸爸因为脑部就是脑动脉瘤破裂，2年前，一直到现在还无意识，没有意识。然后他原本是在埔里基督教医院，之后我们把他转到花莲门诺医院，然后又到805医院，然后之后呢，现在在家里，然后我妈妈呢，也因为肺部的关系，所以开刀，她去年的时候开刀这样子。
那我大姐呢，她因为肠胃的后面有长一个瘤，然后甚至喉咙的部分也有长东西，所以她也出了状况，也开了刀，然后现在非常的消瘦，那目前的仍然还是在牧会当中。那么我二姐呢，全家确诊，我二姐是全家确诊。那么我们全家大概只有我第3个姐姐，也就是用压的瓦斯那个她的状况非常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么我呢，因为长期心律不整，大概有7、8年的时间，心房颤动所以我需要开刀。所以我去年6月份的时候，6月1号的时候开了第1次的刀。那么开完刀之后呢，屡屡出状况，1个礼拜呢进急诊室大概2次，然后甚至1个月呢进急诊室也是一样1、2次，都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医生之前就已经跟我说了，他说你这个可能要开2次，所以我就从去年6月份开始，一直到今年，几乎都是这样子，不是凌晨、白天或任何时刻，我只要吃东西或怎么样，状况出了状况，我的牧师娘很会看她一看我出状况，直接送到急诊室去这样子。那么我今年3月29号，然后开了第2次刀今年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刀一直到现在，至少没有出任何状况，已经是非常的好了。我很感谢主。去年的时候，你们知道吗？我在教会里面讲道也是一样，我们是9点半开始聚会。9点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团契在练诗歌，我要准备跟他们练诗歌的时候，我就觉得怪怪的，我的心脏就有一点不一样，然后我就紧急去吃那个红色那个很重要的那个心脏的药然后那个心律定的药去吃了，来不及了，因为那个吃之后呢，要躺着休息，大概1个小时之后才会慢慢的好。没有办法了，我要上到讲台上面，然后我一上到讲台上面，我就请我的长老跟执事说，帮我放一个椅子在这里，然后我就坐着在那边讲，然后我就讲，边讲边，然后一直传，还是继续讲，一直传，我的信徒们都很紧张，都是看都很紧张了，都在看了，都在什么呢？我们的牧师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怎么会发生这样子？然后一直传到我讲到2/3的时候，一群人从这边上来，把我拉下去了，不要讲道了，危险了。然后他们就把我拉下去然后我就哭着下去了。因为为什么吗？因为我很想把那个道讲完可是没有办法，刚好就在那个时刻出了状况。然后我就跟我们信徒们想说，我大概有状况的时候，就是你们所看到的。所以我的信徒们呢，我们教会的信徒们就一直不断的为我来祷告，为我的心脏来祷告这样子所以，即便是这样子那我们全家侍奉主，我们要如何来解释这样的一段侍奉呢？上帝的恩待跑到哪里去了？我们全家仍然有一个信仰，这个过程，我们虽然刚刚我讲的这些过程，其实也是全家侍奉主的过程。所以我们也要将这一切呢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所以不管是顺境或者是逆境，我们侍奉主的心呢永不动摇。可能还有比我们更受苦难的家庭刚刚我跟大家分享了我的家庭，可能还有一些的家庭比我更苦，比我们更苦。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耶稣仍然与我们同在。我们在主上帝面前决定，接下来的人生都由他来决定，不管是顺境或是逆境，耶稣基督都在。所以我感谢上帝，第一个是能够一生一世侍奉上帝，
第二个呢，是能够在顺境跟逆境当中看见上帝如何考验我们的侍奉态度跟坚持。那第三个呢，真实的感受到生命的确不在我们所能掌握的每一天，我们没办法掌握我们每一天的生命的下一步，那么全部都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我们只能单单的侍奉他。这就是我们，这就是一件我们人生的大事，也是我们家庭的，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信息也分享给大家。玉山神学院这是属于原住民的神学院，还有很多的故事，现在他们遍及在台湾的各个教会，就像现在我一样来分享见证，不是为了博得同情，而是能够真实的听见上帝在我们的身上，上帝所做的工是不同的，但是你跟我之间在这个聚会当中却没有任何的分别，因为主纪念这个时间，透过我们不同的成长，还有环境跟背景，来荣耀主的圣名。我也相信我们的教会贵教会也有许多尊荣主名的见证愿我们能够持续在教会当中建立他所喜悦的教会团契及生活愿上帝祝福听他话语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来献上感谢。今天是玉山神学院的纪念主日，有机会能够来到南洋教会这边一起来分享主你的信息。主，我们感谢你，透过过去他们对原住民贵会对原住民神学院的奉献，让所有的神学教育都能够是受到很大的一个祝福。主，我相信你爱这间教会，你也赐福这间教会，你也看重每一个不同的年龄层，尤其是在台语礼拜的这样的一个聚会当中，我们不看人数，我们不看空间，我们单单只仰望主，我们愿意透过你的话语就像今天我们所听的信息一样，全家甚至是我们自己个人的生命，不管我们顺境或是逆境，我们都要侍奉我们的主。我们将这一切都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请咱同心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468首，圣诗468首，万国万人拢有一摆，请起立吟全首。今天见我，心胸宝剑。
请咱游玩徛着用使徒圣经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伫圣诗的头前面，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乳，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圣国公道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的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同心来感恩奉献，请恩心恩亲执事。请起立来吟奉献诗歌。听阮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今日就是阮有遮尔好的天气，阮通欢欢喜喜来到你的面前，来学罗敬拜你。求主将你的话，无论我甲我的家，拢要决断要专心来服侍你。即句话放伫阮的心中，互阮毋管是伫家己的家庭，嘛会当诚做别个家庭的祝福。当阮提出你所叙述的淡薄来做教会圣工的内容，求你感恩，欢迎感谢基督，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请咱同齐来读本周经句，第周报第3页。好，咱同齐来读。恁无论做啥物，着尽心做，毋是为着人，是为着主做。咱搁读一遍。恁无论做啥物，着尽心做，毋是为着人，是为着主做。记载伫歌罗西书3章23节。好，咱即马要来人生报告报告大声阮有一个新朋友来看，张义环先生张义环我们欢迎他，他目前是基督徒现在是目前在宜兰我们好山好水的地方居住，我们欢迎他每个礼拜都来跟我们做礼拜，好，请坐，请坐。好，阮今仔日牧师的太太嘛有来，伊敢若
带小朋友2个小朋友去主日学嘛，哈，好，今仔日够真欢喜看到迄个戴长老甲素贞姐妹，他们手术后很感谢神啊，平安的来回到我们当中跟大家谢谢大家的祷告好，今嘛来看报告，报告事项首先咱用拍谱仔来感谢林普华牧师今仔日分享的信息，谢谢牧师。第一项，本主日是玉山新学院奉献主日，学院有派这林普华牧师来咱本会请安报告，嘛为着原住民神学教育来关心。第二点，今仔日第一堂礼拜后，伫2楼历史馆，也就是青少客聚会位吼，召开主日学教员会。第3点，26号拜五暗时7点要召开建堂委员会。请委员准时出席。第4点，27号拜六下晡5点半要召开小会，请小会员预备心。后主日礼拜后要召开中职会，请中职预备心。第5点，后主日是圣灵降临节，礼拜中要举行圣礼典。迄个礼拜迄个礼拜是合堂。礼拜后有爱餐，请兄弟留步。第6点。请各团体开始预备后一季7月到9月聚会内容，来交予吴承安执事，予伊制作。第7点，本会招聘干事相关的内容，甲福利，请咱来看公布栏。具体消息有拢总有5项吼，咱大家来看。若有你若要去参加，来请来甲相关的人来报名。注意。顶周聚会出席的报告，请咱家己来看。事项表，请服侍同工预备心。会计报告，咱家己来过目。若有毋对，向财务同工来更正。以上报告，咱同心来祈祷。主爱天父。愿这生上大的事，就是认捌你、服侍你、跟对你，求你每一天做阮的目睭，看顾阮头前的道路，互阮智慧。当阮困惑的时，当阮迷失了方向，你用恩典引带阮向前，带领阮到通安息的位。你的光照光阮，互光进入阮的心中，保守阮的心怀意念，提醒阮。当暗时天顶的星光起来，伫我的祈祷内底，你是迄个永恒的星，互阮坚定的信心。当阮陷入困境，你用恩典引带阮向前，赐互阮有教业的信心，阮就得平安。感谢天父，我嘛要恳求天父，疫情已经解封但是你嘛要保守阮身体健康，保守全球气候变迁造成的天灾人祸，俄乌战争早日结束，受苦的百姓得到扶持安慰，保守教会宣告曙光，社区弱势关怀，释教70周年献堂，拢有圣神的光照甲引带。保守教会兄弟新生灵得到永壮，病得到医治，嘛特别要保守昨昏甲今仔日陈少客、千信、乔恩、雨珍、心灵、爱生、真美参加会考，拢有好的体力、体力，有清楚的头脑，平安顺利完成会考。愿安尼祝福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咱即马要来做伙来颂扬圣诗386首。言线请牧师祝祷，请起立。
Yesus Kristus todang nganado utupalo pengenduban suyan biak, 带上面的木南巴撒扬安那比达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门。